Hello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DSE 數學聯盟啦。咁啊，繼續嚟到我哋嘅2026年 DSE 數學科倒數系列嘅影片啦。咁啊，睇緊呢段片嘅你咧，距離2026年 DSE 開考咧，已經剩翻唔夠175日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 YouTube channel 或者第一次睇呢個系列嘅影片咧，都簡單介紹幾句俾你知，究竟呢個系列嘅影片係講啲咩啦。咁咧就由今日起，你睇到段片嘅呢一日起咧，直至到 DSE 開考數學科開考嗰一日為止咧，咁我都會每日 upload 一段片上嚟咧，係分享翻喺 DSE 裏邊咧，如果數學科要求合格嘅話咧，係需要識得乜嘢課題啦，同埋需要拆解咩嘅題型，要學識咩技巧嘅。咁每日都會拍一段片咧去分享俾大家。所以如果你係應屆 DSE 嘅同學咧，尤其是你係數底差少少，你係擔心緊攞唔到個 Level 2嘅同學咧，咁就更加要跟足呢個系列嘅影片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到呢段片嘅話咧，建議你去睇翻呢個系列嘅前幾集嘅影片啦。OK，好啦，咁今日咧就會繼續講翻咧因式分解呢一個課題嘅另一種題型啦。嗱，喺因式分解呢一課書裏邊咧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咧就係恒等式啦。好啦，呢條題目咧就係會考緊我哋恒等式嘅一個因式分解啦。好啦，望下條題目先。題目就話啦，如果有個數叫做25去減呢一嚿嘢嘅 square，2x 減 3y 嘅 square，咁答案會係以下嘅邊一個咧？咁樣，好啦，嗱。咁要做到呢條題目咧，其實都係要用翻第三條恒等式，即係話咧要用呢一個A 二次減 B 二次呢條公式。考下大家先，A 二次減 B 二次咧，其實會變成乜嘢嘅咧？因式分解咗之後，就會變成 A 加 B 再乘 A 減 B 噶嘛。嗱，我哋主要咧係用呢條公式去處理呢一條數嘅。好啦，咁點樣處理咧？就係你要 get 到25其實係5嘅二次方嚟噶，所以如果題目係問緊25。嗱，先叉叉題目先啊，25減 2x 減 3y 成嚿嘢嘅 square 咧，嗱，我哋就會首先將25咧變做5嘅二次方先，咁後邊嗰啲嘢就照抄啦，慢慢嚟啦。好，咁然之後咧，嗱，我哋就對比翻呢條恒等式同埋而家題目做到嘅呢一步啦。呢嚿嘢咧 A 二次就對應住5嘅二次，咁即係話咧呢個 A 咧其實可以套用翻落去，即係5啦。好啦，跟住 B 二次咧就可以對比翻呢一嚿括號，即係話咧 B 其實就換算翻我哋呢條題目裏邊咧，就係 2x 減 3y 成嚿嘢就係阿 B 啦。所以嗱，最緊要揾似樣嘅啫。而家我哋做數做到呢一步咧，其實個樣係極似 A 二次減 B 二次呢條公式噶嘛。所以我哋就知道啦，其實公式入邊嘅 A 咧，即係我哋而家嘅5。公式入邊嘅 B 咧，即係我哋而家嘅2x 減 3y 成嚿嘢啊，係成嚿嘢都當做阿 B 嘅。咁如果根據公式會變成 A 加 B 乘 A 減 B 嘅話，咁根據公式，我哋呢兩嚿嘢就會變成5加呢嚿嘢同埋5減呢嚿嘢啦。所以我哋嘅下一步咧就會變成大括號先5加呢嚿嘢，因為我哋成嚿嘢叫做阿 B 啊嘛，所以咧題目嗰個恒等式咧就會係 A 加 B，咁我哋咪5加呢嚿嘢咯。咁然之後根據恒等式後邊嗰嚿嘢就會係 A 減 B 嚟嘅，所以我哋就會係5減呢嚿嘢。最多同學錯嘅係一個位，就係後邊呢個位咧。有啲同學其實係做到呢步噶，幾叻噶。咁但係佢哋嗰啲正負號咧太唔小心啦，太大意做錯咗。咩意思咧？好多同學攞個5去減呢嚿嘢咧，淨係攞個5去減 2x，唔記得要減埋後邊嗰個 3y，即係話佢哋會將呢嚿嘢變成5減 2x，跟住照抄呢度咯，減 3y 咯咁樣，即刻會錯。因為5係減緊成嚿嘢噶，所以你係減緊個 2x 之餘咧，你仲係減緊個負 3y 噶，所以減負 3y 嘅話咧，呢度係會變加噶，而前面嗰度就冇乜懸念噶啦，基本上兩嚿嘢相加，咁啲括號掹走晒佢啦，叫做5加 2x 減 3y。所以呢條數其實就係想考我哋識唔識運用呢條 A 二次減 B 二次嘅恒等式，將 A 套用翻喺我哋嘅5嗰度，將 B 套用翻喺我哋嘅 2x 減 3y 嗰度。咁根據恒等式會變 A 加 B 乘 A 減 B 嘅，咁我哋就會係5加呢嚿嘢乘5減呢嚿嘢啦。特別留意嘅就係減呢嚿嘢嘅時候咧，記住係成個括號咧兩嚿嘢都會受到個減影響㗎，所以呢一個位。個正負號咧係最多同學會錯嘅地方，要特別小心。OK，好，咁睇睇答案有冇呢一個選項先。呢條係一條 MC 嚟噶，5加 2x 減 3y 呢度有嘅，5減 2x 加 3y 呢度都有嘅，所以答案自然就會係我哋嘅 C 啦。
咁啊，如果覺得呢類型嘅 DSE 攻略影片係幫到手，又或者你係應屆 DSE 嘅考生，你係擔心緊數學會唔合格嘅話咧，咁啊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跟足呢個系列嘅影片咯噃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